美国纽约的地站，当年以1.2毫米的速度在沉落海，专家表示，可能数百年以后，纽约就会变做纸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风台马外目前伫鹅銮鼻东南东的海面，暴风柯啊当咧加入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海面。气象部是继续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嘛提醒民众，这2日因为外围环流影响，暝时北部甲东北部雨会落较粗，若西半部风是正透。台东的人士今仔下晡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和强风吹落的铁柱厝顶，一地飞到海边，一片卡伫风风吹倒的路球顶面。这个位于南市的迷你主启用场下道正做强风受灾后，底下真好奇行来行去，看向无厝顶的天顶。市主赶紧将底下踢到另外一个地条，随着风台瓦近南市海边引起大兴，市区也一直有浪碰大雨，因为达到相关标准，下到1点了后，当地停班停课。大海花灯影一波刷着一波，要出现6米以上的烟管。随着大影一直冲洗，大1156公里的路段路基有流失状况，初步勘查路基流失部分伫道路外已经先维持警戒范围。那伫国港口那边也开始进行风台准备。高考风影啊多嘛，无再有做起来嘛。返乡到礼拜5嘛。到礼拜5。对啊。哦。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整补嘛。海巡单位也伫滨海区域有封锁线，抗伫看影的民众，气象局继续针对马华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保证马华以每点钟8公里的速度往北行。伫就北过程，北部东半部阵土会愈来愈密集。我山区有电影时强降雨，30至31是落雨上明显的时阵。今天晚上之后，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过程当中，整体的下雨的情况，在东北部地区，尤其山区还有北部山区这些地方，会越来越明显。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这些地区，可能在明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情况。31起，土地表地区也要注意注雨。气象局特别提醒，风台虽然无定了，也不过会带来强阵风。除了这方面东北部地区，就连西北部也有8至9级的强阵风，民众经过高架路段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3间新闻。新加坡的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这礼拜要起稿，美国希望甲中国举办国防部长会谈，不过去互中国拒绝啦，代表这2国的关系同款是真紧张。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过去10年，韩国20岁到29岁有心人减少64%，30岁到39岁减少要40%，不过40岁以上的煞加43%，代表生囝高龄化趋势是真明显。英国《Times》报道，2019年挪威有发现一只白海翁身躯顶白粒影机，外界怀疑是罗西亚训练出来的间谍白海翁。这阵又搁伫瑞典出现啦，不过科学家研判白海翁可能是伤孤单，想要找伴。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南美洲国家盖亚那有一个查某学生的手机仔，互管理员就收起，伊心内无欢喜，全放火烧宿舍，害19个人死亡，24个人受伤。放火学生恐惊会互判无期徒刑。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中国政府最近甲芬兰一间清真寺的阿拉伯厝顶拆掉，引起当地穆斯林不满，和警察起冲突。政府是要求涉案的民众6月初6要家己去自首。来看巴尼干半岛南部的科索沃，因为4月地方选举的时，塞尔维亚族群拒绝转票，地属阿尔巴尼亚族群选调4个地区的首长。这阵塞尔维亚族群是上街头抗议，甲警察起冲突，造成北约维和部队有25个成员受伤。抗议民众喊口号，甲武装部队屠杀对峙，命就传出爆炸声音，现场警方开始失去控制。示威民众向北约维和部队攻击，但物件也有人摕茶果乱讲。科索沃北部的紫薇前地，有一名塞尔维亚的民众负责一个市政大楼头前，想要走入去。因为今年4月的地方选举，塞尔维亚的拒绝参加，和阿尔巴尼亚的候选人伫咧4月以塞尔维亚的人口为主的自治市镇当选首长，其中被米特罗维查镇，迄当阵投票率只有3.5%，不过离9夜只有这个所在无发生抗议冲突。Het facto që janë organizuar zgjedhjet përfundimi është ditë. Përfundimi ka qenë ky.
Telecandor, om man bij verzorgingsrechten nu. To request directly to remove those special units who create, instead of municipality building, they create some military base. And the second thing, do not allow those fake mayors to enter in here because they won 50 votes. Even Albanians will not vote for it. 科索沃自从2008年宣布对塞尔维亚独立以后，得到欧美等国家的承认。严讲塞尔维亚不再承认北部以塞赫为主的地区，也不承认独立宣言。塞尔维亚在进前就已经派部队在科索沃边境集结施加压力，并且讲将战备提悬到上悬的等级。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来看非洲国家乌干达正式通过一个反对同性恋法案。虽然承认家己是同性恋未犯法，不过若性行为相当可能会被判死刑。这个法案嘛引起国际批评。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可能会提出制裁。乌干达的总统穆塞维尼拜一正式签封叫做是史上上严格反同性恋的法案，新法是明定对严重同性恋的人会当处死刑。这项新法伫今年3月底，伫乌干达的国会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西方世界虽表达强烈的谴责，了后内容是有小可修改，譬如讲承认家己是同性恋未妨定罪，而且取消要求民众检举同性恋的活动，无就会封关6个月等等，但嘛是保留大部分的条款。If you perform a sexual act with a person of the same sex, then you have committed the offense of homosexuality. And what is the punishment? Imprisonment for life. When you carry out acts of homosexuality through force or duress or undue influence, then the law defines that as aggravated homosexuality. And what is the punishment? The maximum punishment is death. 另外，鼓励也是宣传同性恋的权益的人，嘛有可能被判上济20年。这项法律嘛，互乌干达 LGBTQ 的人士真失望，嘛反倒讲会互其他非洲国家学得做。目前大约有30个非洲国家有这种反同性恋的法律。This is bad news. It's not just for queer Ugandans, but for queer people across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ere's no hope, but where are we supposed to go? You are arresting us for literally doing nothing, for simply existing, you know? But where are we supposed to go? How did we become refugees in our own countries?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讲，这摆乌干达通过这种反同性恋的法案，是世界上类似法案内面上害的。美国总统拜登是有讲，可能对乌干达来实施制裁。欧洲议会4月嘛投票来谴责这项法案，要求各国向总统穆塞维尼来施压。但是伫个社会普遍保守的乌干达，大部分的民众都较支持新法案。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美国的纽约是全球上繁华的大城之一，嘛是美国人口上侪城市。不过最近有研究表示，纽约的地震平均是逐年以1毫米到2毫米的速度在沉落海。有专家讲，这是因为纽约有100万栋大楼，加起来大约有7亿6千万栋遐重，所以这座城市逐年拢在沉落去。而且全球暖化海水涨悬，专家表示有可能数百年以后，纽约会甲意大利威尼斯共款。变做行水路为主的水城。美国纽约全是摩天大楼，几百万栋的建筑物相继重，地数规个城市地层当咧立落。搁在纽约市海平面冲悬的速度是全世界2倍以上。未来恐惊会来发生亲像海水倒悬这款严重的灾害。It's inevitable that the ground's going down, the water's coming up. At some point, those two levels will meet, but I just am not able to give you a date. 帕森是讲，超过100万栋的建筑物分散伫5个行政区，总重大约有7.6亿公吨的暗文土、金属和玻璃这建材，可比是4700栋帝国大厦动辄伫地球顶。其中部分大楼起伫布鲁克林、Queen、甲曼哈顿市中心、土州较冷心的地区，落落的速度更较紧。The mid-continent's rising and the eastern seaboard is sinking about 1 to 2 millimeters a year. That's the primary signal we see. But superposed on that are other things. We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soils across New York City, including artificial fill that was put in to enhance some of the land areas, and that can sink just under its own weight because it's so poorly consolidated. 帕森斯讲，虽然落落的速度真慢，
也毋过纽约部分地区落尾也是会因为水泥，亲像电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海水倒灌的场景。未来恐惊真正会发生。也那纽约是毋是变做美国版的威尼斯？帕森斯讲，确实的时间点也毋知，可能阁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毋过伊的研究毋是咧吓惊人，敢若毋望用科学数据，伫问题变大进前，先采取行动。公视新闻新6倍编译。联合国主办的第2届政府防治塑胶污染谈判委员会，29伫法国巴黎起稿，拢总有170个个国家代表参加，希望一当代会当讨论出联合国条约，用法律来规范减少全球的塑胶污染。自1950年工业革命了后，塑胶开始大量生产，塑耐用便利相关。家庭用品、生活用品、饮食用品，也是工业用品，四季拢是塑胶制品。那过去20年之间，全球塑胶年生产量已经翻1倍，来到4亿6千万吨。估计未来40年也会增加2倍。这么大的产出量，其中有2/3的制品，方用过1摆也是2摆就断掉，当作废弃物；超过1/5的塑胶，方随意倒掉，也是非法用烧的。土线回收的也无到10%。We gathered here in Paris because the linear plastic economy is gushing pollution galore, choking our ecosystems, warming the climate, damaging our health. And as ever with the triple planetary crisis, that crisis of climate change, the crisis of nature and biodiversity loss, and yes, the crisis of pollution and waste, people in the poorest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they suffer the most. 20去105天，伫法国首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举行的第2届政府之间的防治塑胶污染谈判委员会，望与会175个代表会当有共识，伫1年的时间内推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条约，终结全球的塑胶污染。根据联合国环境署 UNEP 较早公布的蓝图，计划透过利用回收甲中心定向，参另类材料3个方向，伫2045年前减少塑料污染80%。UNEP 执行长安德森指出，按照目前所达成的约束，到2024年才会当减少8%的塑胶污染。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的太空船神舟16号拜日是顺利发射载人上太空。普遍来讲，要做太空人的要求是真严格。不过，这回是中国头一届有不是解放军出身的太空人，伊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尔，而且佮挂目镜上太空。伫民众欢呼声中，中国神舟16号载人太空船3只载具9点外成功发射升空，要配对中国的天宫太空站，甲神舟15号的太空人会合退换。航天员景海鹏，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桂海潮，出发！这是神舟16号载人太空船今年第2届飞行任务，嘛是天宫太空站进入应用甲发展阶段了后。头一届载人飞行任务，嘛是头一届加入非解放军出身的太空人。37个贵海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竟然有特别注意到，伊是戴目镜上太空。谢谢您，能够有机会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载荷专家，我感到很幸运，很幸福。过一条主要是伫太空站执行科学实验等任务，所以要求的实力标准和太空船驾驶员无相同。温准高度军事，神舟16号已经伫30下晡和太空站成功对接，有计3个太空人会伫空间站停留5个月，再个才会返中国。中国航太工程办公室拜一嘛大声宣布，要伫2030进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计划。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NASA 是为着上火星做准备，即阵是用3D 列印去做基地，模拟太空人未来要伫火星生活空间，互志愿者来试大一档。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这个看起来亲像商务旅馆单人房的空间，就是未来太空人伫火星顶悬大的空间。NASA 按算算测试的太空人，所以这座无机居住舱都已经安尼小套房。该系统甲计划叫做人员健康甲效能探索无机，英文缩写是 CHAPIA。 They will be living here in the Mars Dune Alpha, and
They will be in isolation and confinement for that year, and they will be conducting activities similar to what we would expect them to conduct on a Mars surface. 过去几十年，人类已经有真侪太空船甲探测器，有的是火车，有的是登陆火车表面，进行真侪探索计划，除了翕真侪相片甲影像，也证实火车以前有，甚至即摆还佫有大量的水分，也互科学家对设火车基地，互人类长时间伫火车表面工作有更较大的信心。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technologies that we need that can make human exploration of Mars happen are within our grasp. In our lifetime, we actually can see humans land and work on Mars. 根据当年操作国际太空站的经验，未来火车基地除了进行实验任务的舱房，也爱有适合大的空间，甚至是予太空人运动休闲、放松身心的所在。不过，火车基地甲地球的距离，不是国际太空站能比拼的。生活补给无可能靠地球运送，真侪资源爱就地取材。 There's a variety of in situ resource utilization experiments that are being thought about and planned. These a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area of our landing sites. Power systems and energy systems will be deployed that are very new and unique. Supply of oxygen and carbon in the atmosphere is how we can extract oxygen in the quantities, but also sufficient water. We now know there are regions on Mars for which there may be an abundant source of water. So these observations that we are making are revolutionizing our concepts of how we're going to use the resources to live and work on Mars. 电影火车任务当中，太空人伫火车基地内底种菜、兼顾实验甲生活所需，这拢伫模拟火车基地当中也拢有咧考虑。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row crops at certain intervals in the mission, and they would grow things like pick and eat salad crops, so leafy greens, tomatoes, that kind of thing. 甲模拟舱无共是未来上住火车太空人，不只是会踮伫基地内底，有时阵佫需要离开舱房，伫火车表面观测甲实验。所以伫大家工作甲压舱、甲基地外口火车环境之间，会有互太空人换太空衫的隔离舱。根据外电报道引用 NASA 讲法，未来定了佫上住火车时间，按算伫2030年代了后。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